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伊以冲突持续了12天的伊以冲突终于暂停。按照这个伊朗方面的说法在伊朗武装部队对犹太复国主义残酷行径进行了羞辱性的、堪称典范的回击之后，伊朗革命武装袭击美军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对美国侵略者做出成功回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近乎乞求的姿态请求伊朗停火。德黑兰方面批准了强加给以色列的单方面的停火。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24日午间发表声明说伊朗已迫使以色列单方面停止侵略，取得了对以作战胜利，准备对任何进一步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应。以色列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终于尝到了苦果被迫接受单方面停火。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称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被迫停止战争，这是一场让敌人后悔认输、单方面停止侵略的胜利。伊朗武装部队对于对方的声明没有任何信心，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略行动做出果断回应。这些行动会迫使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后悔。伊朗电视台还在6月24日清晨7点前宣布停止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夹着尾巴逃跑了。至此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这个侵略行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敌人的侵略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粉碎了敌人的邪恶行径，发射导弹打击了以色列领土和美国在中东的侵略基地既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近乎祈求伊朗停火，鉴于这个特朗普有后悔之意，所以伊朗就批准了这次停火，为世界的和平又做出了贡献。这个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说敌人阴谋彻底失败，战争结束，重建开始。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24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经过伊朗人民英勇抵抗，这场由以色列挑起、美帝国主义唆使的持续12天的战争宣告结束。同时他要求各机构从即日起把精力投入到重建工作中。佩泽希奇扬表示敌人妄图摧毁伊朗核设施，引发社会动乱的阴谋彻底宣告失败。与此同时，以色列的重要设施遭受伊朗的导弹重创，这表明针对伊朗的冒险行为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伊朗方面的说法我们再看看这个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当地时间6月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在与伊朗的12天战争中取得了将标炳史册的历史性胜利。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已经消除了2个迫在眉睫生存威胁，被核毁灭的威胁和被2万枚弹道导弹毁灭的威胁。我重申，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在白宫从未有过比特朗普总统更好的朋友，我们的朋友特朗普总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站在了我们这边。大家看视频השגנו ניצחון היסטורי, והניצחון הזה יעמוד לדורות. הסרנו מעלינו 2 איומים קיומיים מיידיים, איום ההשמדה בפצצות גרעין ואיום ההשמדה ב-20,000 טילים בליסטיים. השמדנו את תעשיית ייצור הטילים של איראן, הרסנו עשרות מפעלים לייצור טילים, פגענו קשות במלאי הטילים, השמדנו את רוב המשגרים, במקרים רבים השמדנו אותם דקות לפני שהם שיגרו את טילי המוות לישראל. 这个内塔尼亚胡还说已经根除伊朗核项目，若有人试图重启核计划，以方将以同等力度采取行动。我们将以同样的决心和力度阻止任何这种企图。伊朗不会有核武器。不过就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宣布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以色列军方再次发动这个袭击以色列军方6月24日称，过去几个小时，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伊朗
朗西部几处伊朗弹道导弹发射器。这些发射器原本是为今天对以色列导弹齐射做好准备。以色列军方称此次空袭挫败了针对以色列的更大规模袭击。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称，以色列和伊朗均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说他对以两国都不满，尤其是对以色列。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核能力已不复存在。面对记者特朗普爆粗口说以色列和伊朗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个特朗普大发雷霆说以色列和伊朗都违反了他刚刚宣布的停火协议。我们基本上面对的是两个国家，他们打得太久太激烈，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他妈的在干什么。他说大家看视频ceasefire agreement. Do you believe that Iran is still committed to peace? Yeah, I do. They violated it, but Israel violated it too. Are you questioning if Israel is committed? Israel, as soon as we made the deal, they came out and they dropped a load of bombs, the likes of which I've never seen before. The biggest load that we've seen. I'm not happy with Israel. You know, when I say, okay, now you have 12 hours, you don't go out in the first hour and just drop everything you have on them. So I'm not happy with them. I'm not happy with Iran either. But I'm really unhappy if Israel's going out this morning because the one rocket that didn't land, that was shot, perhaps by mistake, that didn't land. I'm not happy about that. You know what? We basically have two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they're doing. Do you understand that? 特朗普在动身前往海牙参加北约峰会前，对媒体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还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喊话说以色列不要扔那些炸弹，如果这样做就是严重违规。现在就让你们的飞行员带回国返航让他们。根据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当局对特朗普的猛烈批评感到震惊和尴尬。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很意外，特朗普竟然这么公开的批评他们，而且转变态度非常快。他们本以为自己是以最高姿态结束了这场战争，结果却遭遇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败。持续了12天的以冲突就这么暂停了。为什么说暂停呢？是不是永久的停火？这还不一定，因为毕竟双方或者三方还没有坐到一起谈判签一个协议。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也只是暂时停火这个持续了12天的这个互相轰炸来得快去得也快，三方各自宣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都宣布胜利，那谁失败了呢？所以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到底谁胜利了，谁失败了。首先我认为伊朗那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这个以双方公布人员伤亡情况，为期12天的大规模冲突告一段落之后伊朗和以色列24日分别公布了冲突给两国带来的人员伤亡情况。伊朗卫生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表示13日以来对以色列对伊朗各地的袭击共造成610人死亡，4746人受伤。以色列媒体报道本轮以冲突共造成28名以色列人死亡，数百名以色列人因房屋被直接击中而无家可归。这个以双方公布了自己的这个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还有财产损失情况。我们单从数据来看绝对的数字似乎伊朗死的人更多有610人死亡，而以色列只有28人死亡。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些数字迷惑了眼睛干扰了视线，因为毕竟伊朗这个虽然人数比较多，但是他死的都是一些低质量的，而这个以色列呢，虽然他死的人少，但他死的是高质量的，所以孰轻孰重大家一下就知道了。胜利这个天平还是倒向了伊朗伊朗这边呢死的这些都是耗材而这个以色列那边那都是精英因为以色列大家都知道嘛，他死不起人的，伊朗他不要紧的，在后面加个0，他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因为都是耗材嘛。所以说这个虽然伊朗是610人死亡，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可以忽略不计伊朗的损失也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以色列虽然只有28人死亡，那这个对以色列打击对以色列国民的打击对以色列那个骄傲的心理这个打击那是非常的深远。所以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伊朗人民吃草都能扛3年，死几个人怕什么呢？还有人说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第一天就
就被团灭了10几个将军，后面啊陆陆续续的又挂掉多少个将军，那个总参谋长啊，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都换了好几个，干了个3、4天就挂了的。有很多人啊错误的以为这个给伊朗啊伊斯兰革命卫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理解也非常片面，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高层啊被团灭走得快，这个充分说明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对吧人员流动加快啊，这个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恰恰展示了啊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的这种旺盛的活力啊，这种啊强壮的啊强盛的生命力，对吧？伊朗人民为了这革命事业是前仆后继啊，前面一个人倒下，后面人就接过前面人的旗帜向我开炮，所以这种英雄气概啊，也震慑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这个分子啊，让他们大受震惊，大受教育啊，让这些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啊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告诉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啊，我们伊斯兰这个革命卫士啊，你是杀不完的，你也杀不干净啊，妄图彻底消灭啊铲除伊斯兰革命势力，那是做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更加激起了啊这个伊朗人民的这种团结的决心啊，对吧？要跟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啊战斗到底的这种决心。所以说谁占便宜谁吃亏，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老的将军呢死掉了，新的将军啊迅速茁壮成长起来。还有人说伊朗啊损失了10几个核科学家，对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造成了损失，这个看法也非常肤浅。伊朗的这些核科学家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啊，他们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啊，他们对人类啊这个核力量和核科学这个贡献啊，不会因为他们这个离去而消失。当哈梅内伊啊，当佩泽西奇扬他们从地堡里走出来，向伊朗人民啊挥手致意，庆祝对吧？伊朗取得了绝对性胜利，那一幕啊是多么的鼓舞人心啊！接下来伊朗啊就要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来庆祝啊这个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伊朗的这个电视台啊，现在抓紧制作一些宣传片呢，在24小时不间断的滚动播放这个伊朗的这些导弹发射阵地啊那个震撼的场面，那绚丽多彩对吧？这个导弹发射那场景，然后再配合啊打击以色列的这些现场效果，也是要滚动播放，要播放这个以色列人无家可归，如惊弓之鸟啊，惶惶不可终日，躲在地下防空洞里面，过着像老鼠一样的生活。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啊，痛哭流涕，后悔万分呐，祈求啊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下留情。这个场面要滚动播放，然后这个伊朗全国啊要掀起一些向这个英雄人物学习的高潮，一些光辉事迹啊英勇事迹，比如说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冒着火海啊，冒着随时那个核武器被炸的这个风险，冲进这个仓库里面，爆出了这个浓缩铀啊这个原料，或者是啊要宣传这个10岁的小姑娘从那个废墟里面抱着哈梅内伊的像，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财产他都顾不上，他第一个抢救的是哈梅内伊的像，这是他的精神力量，这是他的源泉呢，这是他的活着的意义啊。像这些啊就都要宣传，然后带领啊这个伊朗民众啊搞一些游行示威，高呼啊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伊朗啊打出了威风，打出了骨气啊，一战成名。当今这个世界，谁敢同时跟以色列和美国开战啊？退一步说吧，当今这个世界，谁能扛得住美以混合双打？不仅这个哈梅内伊对吧，最高领导人毫发无伤，而且这个美以啊，他们也受到了教训，羞辱性的这个反击啊，教科书式的反击。这当今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所以这个伊朗的国际排名啊再一次上升。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说了啊，他们的核计划不受影响。所以说啊，这个你要说这个12天的冲突啊，谁赢了？所以排第一的应该是伊朗，那排第二的是谁呢？排第二的才是以色列啊。但是以色列啊，只能算是小胜。为什么叫小胜呢？虽然他把这个根据以色列的说法啊，他摧毁了伊朗的大部分核设施，对吧？现在还在追踪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核原料，摧毁了伊朗的大部分这个
弹道导弹以及它的发射这个阵地啊，还有它的发射车，斩首了伊朗的一些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还有伊朗的这个核科学家。但是毕竟以色列自己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毕竟死了28个人呢。我看了一个数字伊朗这12天里面仅仅用20枚导弹击中了这个以色列的很多建筑就是有20枚伊朗的导弹飞到了以色列发生爆炸，炸死28个人，平均1枚导弹炸死1个半人。这个对以色列那也是差评呢。有人统计这个12天里面伊朗一共是发射了400枚弹道导弹。伊朗可以说是手下留情因为它有380枚都发射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有这20枚是认真的瞄准了以色列目标剩下的380枚瞄准的都是大海沙漠。结果这20枚这个以色列都没能拦住。以色列即便有铁穹计划，有爱国者，有很多还有它的 F-35，一路上层层设防，但是都没能拦住这20枚弹道导弹，造成了28人死亡。所以这个以色列这充分说明了以色列这个防空还是有问题，这个性质不一样有人就说了，那以色列 F-35 在这个德黑兰上空到处乱炸，这很多人他不会比较就是只要有1枚导弹落在以色列，那就是以色列的失败。我们假设这枚导弹上面装的是核武器呢，核弹头呢，那以色列就没了。伊朗他担心什么，对吧？你这个以色列的 F-35上面挂的都是核弹头，人家也不在乎就是抗击打能力，以色列不是伊朗的个对吧？抗击打那是伊朗的强项有媒体是这么评价以色列的他说以色列今天宣布与伊朗停火，首先是以方认为已实现了军事目标，其次以色列面临来自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压力，要求其降级冲突，实现停火。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以色列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军事层面都难以维持与伊朗长时间的冲突。你看看从6月13日以色列突袭伊朗以来，遭到伊朗的强力报复，以色列国内社会长时间处于紧急状态，国内经济几乎处于停滞。也就是说20枚导弹给以色列造成的损失远远比那个以色列派 F-35在这个德黑兰上空盘旋那个影响还大得多虽然这个以色列的损失不能忽略但是毕竟以色列它也是12天控制了伊朗的这个制空权这也算是个胜利吧。所以说以色列是小胜，这也能说得过去。虽然他在伊朗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战绩，但毕竟他自己对吧也伤得不轻呢。那美国呢？美国叫惨胜。为什么说美国叫惨胜呢？首先表面上看美国再次伟大，对吧？派出了多少架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万里迢迢不远万里飞越重洋去炸了伊朗的这个福尔多核设施，然后这个核潜艇也发射几十枚战斧导弹打击其他的核设施。表面上看很风光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风光的背后要看出美帝国主义这个日益衰落，日落西山，对吧？这个你可以看作是美帝国主义垂死的挣扎最后的辉煌。为什么呢？对吧？首先如果你要厉害的话，你就不应该特朗普一会儿说炸，一会儿不炸，一会儿是2个星期，然后又搞突袭，不讲武德，对吧？美国作为一个年轻人呢，因为他建国只有300年嘛，人家伊朗是5000年历史对吧？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偷袭老同志，不讲武德，对吧？所以说即便赢了面子上也没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吧？他 B-2 隐形轰炸机轰炸之前还搞很多这个假动作，一会儿往东飞，一会儿往西飞，迷惑老同志，甚至不武第三个，从打击效果来说他也就是在那个福尔多那个山那儿打了几个洞，那都是皮外伤。至于这个 B-2 轰炸机，对吧？美国的核潜艇有没有受什么内伤，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美国人是胳膊打断了往袖子里藏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就是说伊朗受的是表面伤，你拿卫星一拍能看到就几个洞，但是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美军的伤害，这个很难用肉眼，对吧？一眼能看出来，很有可能若干年以后这个伊朗对美国空军的这个伤害才能体现出来这个咱们要拭目以待让这个一切交给时间去检验，不要过早的这个轻率的下结论，对吧？谁苦谁自己知道，要不然你没办法解释对吧？美帝的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1分钟都不敢多留仓皇逃出伊朗的领空，慌不择路对吧？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在伊朗一定是感受了某种杀气。这个打击效果呢，连美国人自己都说6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对伊朗3处核设施实施了成功打击3天之后
后，美国媒体 CNN 独家报道称，据3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机构国防情报局对本次袭击评估显示，这次打击没有摧毁伊朗核计划的核心部分，最多让伊朗核计划推迟了几个月啊！这是美国国防部自己评估的报告。这个美国的反对派代表人物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他说特朗普打击伊朗是个错误，但我希望他能取得成功。美国近日对伊朗3处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我认为这既不明智也无必要。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当然希望他能达到预期效果。也就是说特朗普决定对伊朗这个核设施进行打击，对吧？一方面对伊朗的核设施打击效果很差，只是推迟了几个月，相反还引起了美国国内的这个思想混乱。可见这个美国即便算胜利那也只能算是惨胜。所以说这个伊朗、以色列、美国，你都可以说是胜利那首推伊朗，伊朗是大获全胜，伊朗损失那个可以忽略不计，伊朗只有胜利他的那些损失可以把它放到一边。以色列叫小胜，毕竟以色列对吧，他有损失对吧？他死了20多人，本土遭到了袭击。美国是惨胜，虽然表面上看美国没有损失但他受的是内伤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裂。那谁输了呢？有网友总是较真他说这个打仗不可能没有输家，都是赢家，那不现实，不科学。那你非要说一个输家的话，我数来数去那只能是低保老人，只能是俄罗斯本来俄罗斯要浑水摸鱼对吧？趁着这个中东乱局导致这个油价上涨，然后这个怂恿这个以色列怂恿伊朗，对吧？这网上不呼声不挺高的吗？这个很多乙粉俄罗斯的乙粉还有印度的乙粉，对吧？都呼吁都强烈要求伊朗要硬起来，把那霍尔姆斯海峡给它封上，对吧？这一封那油价就飙涨，油价一飙涨，那俄罗斯就是坐收渔翁之利，对吧？普京是睡着了都能笑醒结果你看这么好的事，他居然他不打了，眼看着有这个俄罗斯有板赢，对吧？现在变成不赢了，那不就是输家吗？地保老人刚跟司令官两个人勾结上，准备大显身手，结果他不打了，契约精神呢？说好了报复的呢？你这不是耍大哥吗？你哈梅内伊昨天还说以色列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和罪行，必须受到惩罚，且正在受到惩罚，你这就暂停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说这个你非要找个输家的话，最大输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阴谋诡计没有得逞。最后我再说一下我为什么说它是暂停呢？因为只要伊朗这个叫教士集团不垮台，伊朗继续输出它的这个伊斯兰革命，伊朗一定会继续搞它的核武器，它的核计划。那以色列一定会要摧毁它的核计划，所以他们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除非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垮台。有人就说了，那伊朗的教士集团不能改弦更张吗？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只能要彻底解决问题，从根子上解决那就是伊朗的教士集团瓦解，真正的还权于波斯人民，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否则这个问题只会是拖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